Hello，小朋友，我係 Connor 老師啊！你記唔記得今堂我哋學咗上下前同後呢四個字啊？係啦，我哋一齊玩個小遊戲，睇你記唔記得先。首先第一個禮物，禮物喺張台嘅，冇錯，上面禮物在桌子上。好，下一個，而個禮物呢？冇錯啦，禮物在桌之下，禮物喺張台嘅下面。然後下一個，噔噔噔，頂聖誕帽會放喺馴鹿嘅邊度啊？馴鹿嘅頭上，非常好啦。聖誕帽在馴鹿頭上。下一個呢？呢頂聖誕帽咧會喺馴鹿嘅邊度啊？佢隻腳嘅上面定下面啊？冇錯啦，係下面。聖誕帽在馴鹿腳下，聖誕帽在馴鹿腳下。然後呢個聖誕老人呢，佢咗聖誕樹嘅邊度啊？上面、下面、前面定後面啊？冇錯啦，聖誕老人在聖誕樹後面，後面係啦，佢匿埋咗喎。好，下一個呢個聖誕老人呢？冇錯啦，聖誕老人在聖誕樹前面，再嚟讀多次啊！聖誕樹唔係，聖誕老人在聖誕樹前面，非常好。下一個，呢個雪人喺間屋嘅邊度啊？雪人在房子嘅前面，非常好啦。雪人在房子前面，雪人喺間屋嘅前面。下一個，今次個雪人又匿埋咗啦，佢匿埋咗喺邊度啊？雪人在房子嘅後面，冇錯啦。雪人在房子嘅後面。好啦，今日位置圖嘅小遊戲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